咱像来听讲，即个现状法师，咱听讲东山庄即个故事。咱讲即个故事就是讲，即个团队吼，即个领导者咧行的方向，要去西方取经，要去达到迄个清净，要去找到本来咱咧自身的清净。所以伊咧不管过来千万公里，佮经过着足侪困难。伊讲，经过黄山的迄个黄山后个沙漠800里，佮受着讲4年无去温命只，迄个苦爱经过。咱当时咱即阵到年岁，咱做会使福无做好诶，所以咱累世累劫拢受过偌世啊，所以即世来福大福无做好，对这会使讲拢无欠，所以讲无比之数。不过咱咧无欠无，咱见到人啊，会放松啊，会害怕，会袂记讲哇，咱做人吼，拢有少啊，是咱皮啊，讲要去忍受，要搁去继续磨练落，是毋是？搁爱家己向向伊哦，定义啊。所以为着借即个团队，咱即个团体，咱杨秘书呢，甲咱这前辈先来安排即个班次，安排一寡道具，安排着一寡开放让大家互相努力，显出着你安怎？显出着你的诚心，显出着你迄个志向的心，无向退转的心。我甲安尼当来表示咱对道对什么道肯定啊，是不是？检视咱家己，哎呦，咱的心有真正甲咱结婚，咱这个咱大家过好的这个师范的心合作伙，拢无晓得。所以咱这个团队大家好在一起，因为咱每一个人即世来遮拢认的，所以咱一寡前辈遮嘛拢有安排着礼拜四啊的这个课语班、成全班，咱今仔日个英语班，拢非常熟悉。所以咱今仔日英语班会使讲是大家拢都已经一个康才的人才。所以，大家对这个参班的规矩，甲咱的心境吼，要咱来伫这个班次，所以配合着用心，咱家己的心，来学习，来精进家己，这是团队的这个重要性。如果今仔我担任的这个操作，阮免做出比如互咱学习。咱学习的机会，咱加点练一下吼，借咱前线甲我鼓励，照着这个班次，好好来用心。所以讲，这个剩3、4分钟，咱这时间吼，就来讲修心，就咱个心修下来，进步能力较济。咱这个体，咱这个心咧合作里面个融入身心融入一体。讲伊家己关照家己心性，今仔日讲普照，邀请到咱即个来顶者，来甲咱慈悲，来甲咱互相鼓励，即个时间的时长，咱大家用心。所以咱个手机上好个关呼声，还是你甲禁个关呼声，大家即个规矩讲，讲述该点咧讲话怎么手机会记了落去。记了，咱遮同时的一寡内容来去听，所以咱从咱的手机关静音，大家互相配合，会使咱尽量这个精神来体出来，而且嘛是咧，咱嘛是咧实现咱内心的故事，咱的精神，咱的感情，来鼓励着讲师，看讲师用心。伊咧讲啥，咱认真来听，用微笑咧对应，用即个欢喜心咧来对应，伊会感觉，伊会感受到，这是咱参班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心境。像即个大家是毋是来食好，提起精神，即个家己心平静，条件大家拢莫讲，连跟两只手，条家己关心家己。今仔日即个班从咱家己学，甲咱的身份，
老师会参帮那个这学习，以上是平时对你们这个时间大家来支持，沟通到这，大家支持的谢谢。